想像一下，你而家坐喺辦公室，你嘅左手邊可能係一個成日請假嘅同事，右手邊可能係一個平時好靜，只係識得對住電腦做嘢嘅上司。你每日同佢哋見面嘅時間，甚至多過你見屋企人，但係你真係了解佢哋。如果有一日你發現原來一直坐喺你隔離嗰個好好先生，啱啱喺屋企殺咗人，仲將條屍收埋喺你哋每日都會經過嘅辦公室入面，你會點？世界之大，每一日都有令人難以置信嘅真實案件發生緊，而有啲案件就發生喺我哋最熟悉、最以為安全嘅地方。我哋係案中人，今集我哋帶你走入香港嘅職場，揭開3宗發生喺辦公室入面嘅真實命案。上車就係最後一步。咁返工呢，第一單案發生喺香港最高學府香港大學。2018年8月，正值暑假，港大校園雖然冇平時咁多人，但係教職員同研究生依然每日返工。喺機械工程學系所在嘅黃克競大樓7樓有一間辦公室，呢間辦公室嘅主人係54歲嘅副教授張其中。張其中喺港大教咗27年書，亦都係偉倫堂嘅社監。喺同事同埋學生眼中，佢係一個出咗名嘅好好先生，工作有熱誠，樂於助人，對學生愛護有加，甚至會幫學生爭取權益。但係由8月17日開始，呢位好好先生嘅辦公室入面多咗一個好大嘅木箱。張其中同人講，呢個木箱入面裝住嘅係一啲舊生留低嘅電子器材同鋁條，因為過段時間要舉辦機器人比賽，所以帶返大學備用。冇人懷疑過呢個解釋。始終一個工程係教授嘅辦公室入面有幾塊木板，有啲器材係再正常不過嘅事。但係隨住時間一日一日過去，8月嘅香港天氣炎熱，黃克競樓7樓嘅走廊開始傳出一陣陣奇怪嘅臭味，有人以為係死老鼠，有人以為係冷氣機槽有問題。直到8月28日，即係個木箱出現喺辦公室嘅第11日，警方重案組探員上到黃克競樓7樓，當升降機門一打開，一股極度濃烈、令人作嘔嘅屍臭味撲鼻而來，整層樓只有張其中嘅辦公室打開咗房門。探員行入去問張其中臭味從何而來，張其中仲係好冷靜咁答，可能有死老鼠。但係探員冇再同佢遊花園，直接問佢：你太太陳慧文到底係生定係死？張其中驚慌失措，冇直接回應。探員隨即將視線轉向辦公室角落嗰個白色大木箱，你係咪將太太嘅屍體收埋喺入面？探員問。張其中沉默咗一陣，然後講咗一句令在場所有人都心寒嘅說話。你都到過箱，我唔使講你都知嘅。探員打開木箱，入面有一個行李箱，再打開行李箱，一具發脹、腐爛、流出血水嘅女屍縮成一團，死者只住內衣褲，頸部被2條電線緊緊纏繞。呢個女屍正正就係張其中報稱失蹤咗11日嘅妻子，53歲嘅陳慧文 Tina， 一個受人敬重嘅大學教授，點解會變成一個冷血殺手，仲要將自己老婆嘅屍體收埋喺自己每日辦公嘅地方？時間返到11日前，即係8月16日嘅晚上，張其中同妻子陳慧文住喺港大偉倫堂嘅社監宿舍。當晚屋企發生咗一場激烈嘅爭吵，起因只係因為一塊廁所板。個仔不滿自己房間嘅廁所板被阿媽調換，於是發脾氣，用膠紙封住阿媽同家姐用嘅廁所，仲喺上面積滿朱古力醬。大女返到屋企，見到廁所用唔到，要求阿媽清理，但係陳慧文唔理，入房閂門。大女嬲得滯，用晾衫架撞門。陳慧文開門之後，大女將膠紙掟入房，要阿媽清理。一輪爭吵之後，大女憤然離家出走。呢個時候，張其中同陳慧文返到房，各自坐喺床邊。張其中按照慣例遞咗一杯橙汁俾老婆，但係陳慧文飲咗一啖就話啲橙汁變咗味，叫張其中去超市退貨。張其中終於忍唔住發火，佢話個女見到屋企啲橙汁飲晒，先買咗另一個牌子。佢指責老婆啱啱將個女趕走，係咪想鬧到佢以後都唔返屋企？陳慧文反唇相譏，指責張其中冇制止個女，冇盡做老豆嘅責任。兩公婆越鬧越烈，陳慧文揚言要離家出走，仲話如果唔係因為我，你點可能買到咁多層樓？事實上，陳慧文自稱係育兒專家，掌控住屋企嘅財政大權。佢哋名下有5個物業，總值高達6800萬。但係呢啲物業嘅按揭貸款令張其中面臨巨大嘅財務壓力。面對老婆嘅指責，張其中話：我買樓去銀行做按揭都要用我份糧嘅入息證明啦。點知陳慧文冷笑一聲，講咗一句徹底摧毀張其中自尊心嘅說話：打份工好叻咩？旨意你靠你揸兜都得啦。
講完，陳慧文仲一腳將張其中踢落床。張其中準備離開房間，伸手去床底攞拖鞋，但係佢摸到嘅唔係拖鞋，而係一條電線。嗰一刻，張其中心入面浮現咗一個念頭：你咁多嘢講呀啦！佢攞起條電線，從背後箍住老婆嘅頸，用力勒緊，直至陳慧文斷氣。佢仲喺老婆頭髮後面將電線打咗個死結。殺咗人之後，張其中將屍體塞入一個藍色行李箱。第二朝，佢將屍體轉移到另一個綠色行李箱，放喺露台。為咗掩飾屍臭，佢買咗木板，親手整咗一個木箱，將行李箱裝住。之後，佢用板車將木箱推去黃黑勁流嘅辦公室。喺呢11日入面，張其中如常返工，如常游水，如常放狗，甚至喺家庭 WhatsApp 群組入面發短信，假裝老婆仲未死。佢甚至發電郵安撫偉倫堂嘅宿生，話警方只係調查失蹤人口，叫大家唔好擔心。一個平時溫文爾雅嘅教授，竟然可以冷靜到呢個地步。2020年11月，案件喺高等法院審理，法庭上，辯方律師指出，張其中長年受到妻子嘅精神虐待同語言暴力，案發時患有嚴重抑鬱症，情緒失控先會殺人。但係陪審團最終以5-2嘅大比數裁定張其中謀殺罪名成立，依例判處終身監禁。直到2024年，張其中上訴得直，案件發還重審。2025年11月，佢承認誤殺罪，被判監7年4個月。由於佢已經還押咗超過7年，預計好快就會出獄。一條電線，一個木箱，一段長年壓抑嘅婚姻，最後喺大學辦公室入面畫上咗一個血淋淋嘅句號。如果話張其中案係因為家庭糾紛而將屍體帶返辦公室，咁接下來呢單案就係徹頭徹尾嘅職場恩怨，直接喺工作地點爆發嘅血腥謀殺。時間嚟到2020年9月1日下午4點幾，將軍澳港鐵站人來人往。雖然係疫情期間，大家都戴住口罩，但係放工時間嘅港鐵站依然非常繁忙。喺 B 出口附近嘅恒生銀行櫃員機前面，有3名穿着制服嘅解款員同技術員正喺度進行日常嘅維修同解款工作。其中一名解款員係34歲嘅李永豪，佢哋專心一致咁做緊嘢，完全冇為意。死神已經悄悄降臨。突然之間，一個戴住口罩、身穿黑色衫嘅男人毫無預警咁衝上前，佢手上揸住一把鋒利嘅生果刀。目標非常明確，直撲李永豪，手起刀落，兇徒一刀割向李永豪嘅頸部，頸動脈被割破，鮮血瞬間好似噴泉咁湧出，染紅咗解款員嘅制服同埋港鐵站嘅地板。李永豪身受重傷，當場倒地昏迷。旁邊嘅同事見狀，立即上前試圖制止兇徒。糾纏之間，另一名解款員嘅手部同面部亦都被割傷。兇徒見事敗，即刻轉身逃跑，消失喺茫茫人海之中。大批警員同救護員接報趕到現場，將軍澳港鐵站 B 出口被拉起大範圍嘅封鎖線，地上留低大灘血跡同埋急救用品，觸目驚心。李永豪被緊急送往將軍澳醫院搶救，但係因為失血過多，延至下午5點幾宣告不治。喺人流密集嘅港鐵站入面，竟然發生如此兇殘嘅割頸謀殺案，震驚全港。警方重案組接手調查，佢哋翻查閉路電視，發現兇徒犯案手法非常熟練，目標明確，絕對唔係隨機傷人。更加令人心寒嘅係，兇徒似乎對解款員嘅工作流程、路線同埋時間表了如指掌。探員開始向死者嘅同事同埋所屬嘅解款公司進行調查。好快，一個名字浮出水面，張文港，30歲，曾經係同一間保安公司嘅解款員，亦即係死者李永豪嘅前同事。原來張文港喺公司做嘢嘅時候，同李永豪曾經發生過多次激烈嘅爭執，兩人性格不合，喺工作分配同埋日常相處上積怨甚深。後來張文港離職，但係佢對李永豪嘅恨意並冇隨住離開公司而消失，反而喺心入面越積越深。佢暗中打聽李永豪嘅工作金表，掌握咗佢當日會去將軍澳港鐵站維修櫃員機嘅情報。然後佢準備咗一把生果刀喺港鐵站埋伏，等待李永豪出現。當李永豪專心工作，毫無防備嘅時候，張文港從後偷襲，一刀攞命。警方鎖定目標之後，展開全城搜捕。案發後幾日，警方喺深水埗區將張文港拘捕歸案。2024年1月，案件喺高等法院開審，庭上控方指出，被告張文港係有預謀、有計劃咁進行謀殺。
佢熟悉前同事嘅工作流程，特登挑選對方最專注、防備最弱嘅時候落手，而且刀刀致命，明顯係想置對方於死地。經過審訊，由6女1男組成嘅陪審團一致裁定張文港謀殺罪名成立。法官喺判刑嘅時候表示，呢宗案件係一宗冷血殘酷嘅謀殺案，被告因為工作上嘅私人恩怨，竟然喺公眾地方以極度暴力嘅手法奪去前同事嘅性命，行為令人髮指。最終，張文港被依例判處終身監禁，因為工作上嘅摩擦演變成不可挽回嘅血案。李榮豪點都估唔到自己只係如常返工，竟然會死喺一個已經離職嘅前同事手上。職場上嘅恩怨有時候比我哋想象中更加致命。頭兩單案，一單係大學辦公室藏屍，一單係前同事尋仇，而第三單案就揭示咗辦公室嘅另一面。當辦公室變成一個無路可逃嘅刑房，大角咀一個新舊交替嘅工業區，喺洋松街有一棟叫做君豪工商大廈嘅工廈，呢度有好多多房辦公室、工作室同埋派對房間。日頭有人喺度返工，夜晚有人喺度開 P。但係喺2021年7月26日嘅凌晨，呢幢大廈入面嘅一個單位變成咗一個恐怖嘅地下拳館。死者名叫陸榮，27歲，佢唔係普通嘅打工仔，而係有黑社會黃安樂俗稱水房背景嘅成員。案發前，陸榮被幫會高層指控，話佢私吞咗幫派一筆高達100萬港元嘅巨款。喺黑道入面，私吞公款係死罪。幫派高層下達咗家法處置嘅命令。7月25日深夜，陸榮被誘騙或者挾持到君豪工商大廈嘅一個單位。當大門反鎖，陸榮發現自己被困喺一個密閉嘅辦公室入面，而喺佢面前嘅係10幾個面露兇光嘅大漢。呢班人全部都係幫派派來執行家法嘅打手，佢哋冇用刀冇用槍，而係用咗一種極度殘酷折磨人嘅方式。車輪戰，10幾個大漢輪流對住陸榮拳打腳踢。辦公室嘅空間有限，陸榮根本無處可逃，只能夠硬食一拳又一拳。呢場單方面嘅毒打持續咗好幾個鐘頭，由深夜打到天光。陸榮嘅頭部、面部、胸部同埋腹部受到重創，最終口吐鮮血，陷入深度昏迷。打手們見到陸榮奄奄一息，知道搞出人命，開始驚慌。7月26日朝早9點幾，5名男子將已經不省人事嘅陸榮抬出單位，搭的士將佢送到廣華醫院急症室，然後丟低佢就逃之夭夭。醫生接手搶救，發現陸榮身上有多處嚴重骨折同埋內臟出血，腦部亦受到致命重創。經過9日嘅搶救，陸榮最終喺8月4日宣告不治。警方反黑組介入調查，翻查大廈同埋附近街道嘅閉路電視，追蹤到當日送死者入院嘅的士，再順藤摸瓜，鎖定咗案發嘅工廈單位。8月下旬，警方採取大規模拘捕行動，拘捕咗6男1女，全部都有黑社會背景。其後再有多人落網。呢單案揭示咗工廈辦公室嘅隱蔽性，喺一扇反鎖嘅大門背後，就算發生幾殘酷嘅暴力事件，外面嘅人都未必會察覺。一個本來用來做生意嘅辦公室，變成咗黑幫執行私刑嘅屠房。3宗案件，3個唔同嘅辦公室場景。大學教授嘅獨立辦公室變成咗掩飾殺妻罪行嘅藏屍點，人來人往嘅港鐵站工作間變成咗前同事揮刀尋仇嘅刑場，隱蔽嘅工廈辦公室變成咗黑幫困獸鬥嘅屠房。我哋每日花最少8個鐘頭喺辦公室，以為呢度只係一個為2餐勞碌嘅地方，但係辦公室亦都係一個人際關係嘅大熔爐。喺呢度有權力嘅鬥爭，有利益嘅衝突，有長年累積嘅怨恨。當壓力同怨恨去到臨界點，最熟悉嘅同事可能會變成最致命嘅敵人，最安全嘅工作間可能會變成最恐怖嘅兇案現場。聽日你返工嘅時候，望下身邊嗰個同事，你真係知道佢對住部電腦打字嘅時候，個腦入面諗緊啲咩？你真係知道你每日經過嗰個鎖住咗嘅儲物室或者經理房入面，到底收埋咗啲咩？世界之大，每一日都有咁嘅故事發生緊，帶你去到世界另一個角落，揭開另一單令人難以置信嘅真實案件。我哋係案中人，下集見。